好，那我首先先来邀请我们的郑运鹏委员，我们掌声来邀请。谢谢最认真为桃园建设的郑文灿市长，以及在场所有的议员、干部先进，以及各位桃园市民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感谢大家。那我相信今天在看开票的过程，那大家会知道说，我们这个开票的过程，并不如大家所想象中的这么的容易。那运鹏的胜选，那以及我们所有团队的努力，那我相信有几个很重要的因素。第一个是蔡英文总统带领台湾国家方向坚毅不拔的能力跟坚毅不拔的信心。我相信这1年多以来，大家看得到蔡英文总统对于我们台湾整体改革的努力。第二个是苏贞昌院长，他在接任行政院长之后，对于整个魄力施政得到国人的肯定。第三个当然是郑文灿市长在地建设、在地努力，让市民朋友感受到桃园是第1名的，所以我们今天才有这样的成绩。那运鹏在这边跟大家报告，这一次的总统跟立委选举有非常多的议题的冲突，也有很多过去台湾对于重大政策的成见，譬如年金改革，譬如能源转型，譬如两岸议题，譬如婚姻平权。那我也希望在这一次蔡英文总统连任之后，在我们国会的新的局势，那都获得选民的认同之后，我希望这些争议都化解。我希望今天开始，从明天开始是互相理解的一个新的时代。那第二个，我也希望说，我在选举里面所提出来的进步双引擎这样的一个方向，不只是民进党跟我们无党籍的赵正宇委员一起来协助桃园市民，协助郑文灿市府继续努力。我也希望所有当选的不分党籍的桃园立委，今嘛投横登咧登大人，大家登大人，大家要不分党派，大家一起帮忙养。牛人分钱，大家共同争取，未来咱桃园新的世代，我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继续为。